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肠、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俗语讲，查甫人输囝会起痟，查某人输囝会做表。偏偏世间上就是有人想要靠跋筊来翻身，甘愿为钱赌性命，无加弄家散体，家破人亡。不过，陈瑞生呢有一篇小说。标题号做《跋筊出头天》，敢讲真正亲像人咧经体，无跋袂出名，爱跋才会赢。咱做伙甲故事听落去，你就会知影。跋筊出头天，就是咧经体咱即个跋筊的心理啊。有一站咱台湾哦，即个大家乐足事行嘛，爱烧甲胃天顶起哩，跋筊人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讲足侪迷信，佮足侪禁忌，啥物话会使讲，啥物代志会使做，安怎，即个跋筊人有一个足特别的特性就对啦，若是讲起三斗的过去。趣味事是真侪，毋但是王爷宫遐的人捌伊捌到有剩，差不多规满岛都拢人知影伊的名。原因大概有几层，其中一层是伊伫王爷宫口点批的保护线，到达事业30年，技术一流，这个成就有出名。若要品功夫，上简单是看伊迄双乌皮。金身啊，深顶，伊阁捡来修理，后层顶悬起来，上少一年一摆，亲去看人的新娘礼，结果看起来那新的，无人认得出来。过来一层是关系到伊的名，听讲是伊的阿嬷号的，是安怎三斗拄好，无较济也无较少，这咱就毋知啦。检查三斗的阿公旧时开米架，伊的老母生伊迄时，对有人起来店面订米三斗，安尼算是伊人生一开始就有一个真好的彩头，才好来做名哦。但是王爷宫遐捌伊捌到有剩的人，拢安尼先讲。三斗的祖先也无人开米架，所以我看。这个订米三斗的理论是无法度成立。最近有人贴破讲，
三斗的一生注定有2个劫，娶某1劫，定期存款搁1个劫。三斗的娶好啊，进前工课勤做，趁1箍存1箍，趁10箍存10箍，要紧摕去合作金库放定期。本来这项代志无人知，就是三斗的好朋友金星啊，伊伫合作金库食头路做出纳，甲伊扬出去，讲三斗伫金库定期的欠几十万拄几十万。嘿，我看这风声至少好啊，因兜有人听着，才会亲情一讲就成。好啊，是咱遮替人种甘蔗出身的，嫁来时敢若1箍人，人甜喙甜，嫁妆无半项。点批的，要收你批的，伊拢爱放入去一个点，一头尖尖。下啊拄好弄入去，才会当带遐定啊，啥物布天，拢是带点，所以迄个下点，迄个做下点，迄个用下点来点批的点，就直接变修理的意思。这项代志无人知，就是三斗的好朋友金星啊，伊伫合作金库食头路做出纳，甲伊扬出去，讲三斗伫金库定期的放几啊10万，拄几个10万，扬，真扬，这扬嘛真少听到啊。扬歹代志，或者臭扬，扬即摆讲电较济，足爱电的，所以扬甲电是差不多算经技术啦，经技术。古早时有几种手工艺技术。趁食的工课，就是补鼎、补护鞋、点批鞋、补护线。这个工课呢，差不多拢有连带关系，像讲补鼎的，就连做补护鞋啦；点批鞋呢，连做补护线，点批鞋甲补护线是将近失去的行业工课。若补鼎、补护鞋呢，这个行业早就已经消失去啊，几啊10年啊。跋筊出头天，敢若看即个名，即个小说的名，就知影讲啊，但伊搁要批判，搁要考试啊，这跋筊咱若普通来看，拢知影讲这毋是好代志的，咱绝对袂鼓励朋友啊，是坐去跋筊，还搁会出头天，这出头天这是少台语开口的词，这太有可能咧，甲囡仔讲你跋筊就会出头天。因著是爱甲伊讲，你著爱拍拼，你若机会若是够啊，你著会出头天。所以咱著知影讲，伊要搁批判啊。若是讲起金星啊，趣味事也是真济，嘛是甲三斗的娶某有关系。好啊，娶来以后，金星啊定定来因兜坐，至少话一寡互好啊听。昨伫新营甲凤啊赢要甲30-40万呢，昨日伫台中甲王啊赢100-200万。好啊，这个人讲是种甘蔗出身的，但是厝里有搬筊底。金星啊，这个话甲厝里因爸的口气阁真相像，对金星啊自然都有5分以上的尊敬，对三斗的都有5分以上的怨气。平平安尼做人，因趁钱算万呢，咱趁钱算箍的。对点批鞋保护线的事业渐渐失去传统的信心。三斗的见啊庙口转来，伊饭无煮，灶骹无款，穿牛仔裤卜1支粉，伫门口就甲乱。你今仔日是趁偌济？人金星啊、甲凤啊，伫新营赢30-40万啦。三斗的袂堪这一路，做人反省，想过来想过去，这个种甘蔗的讲了也有理。我艰苦伫庙口做1年，较受金星啊交警跋1暝。那金星啊讲的，因咧移缴，输的是小钱，赢的是大钱，10摆赢1摆，就算会好啊。
哪行哪想，拄好点脚来到金仔店，我咧就入去。金仔店的头家三郎，俗名号做龟，是咱家人大家乐的大鸡条仔骹，顶面有小灶头，佮顶面有大灶头，佮起哩就无人知影是虾米头啊。三斗诶，来坐啦！我心内想讲，你这个毋正斗啊！自我开业以来，你看我这间店哪拆收，毋捌踏入来一骹步。啊，今仔日是虾米贵事啊？目睭小溜咧，一个味道面的头壳顶有一束奇怪荧光，对伊身影来来去去，就是林之初半脚开设界的气息。这种镜头一看真济，算来是钓真少第一期。望一支粉出来请伊，讲：咱遮以大家乐，输是小钱，赢是大钱，10摆赢1摆，就算会好啊！声这句话，甲金星仔讲的共款。三斗的心较定，胆就知。姑啊，拜托你啦，你甲我经一支啊明白啦。这支赞的，要请偌济？3张。目睭小溜咧，即个米豆面的头壳顶有一束奇怪的荧光，对伊身影来来去去，就是林之初跋脚开设界的气息。这个镜头伊看真济，算来是钓真少第一期。算来我轻声吼，目睭小溜者，小溜咧，好，这小溜。这溜是真紧，目睭真紧扫过，安尼见过就知啊。啊，华语会使讲瞄一下。这写是咧伫草地迄王爷庙遐咧共点批的保护线，所以这个是即款会改赞的人吼。啊，当然伊点批的保护线，你就是爱一双看偌济安尼吼，所以这就是你爱少拍拼吼，就实在安尼去趁安尼。啊，毋过伊豆豆趁着有哪嘛有欠一寡钱啊，吼，伊本地是足轻欠的。啊，就到尾就是有带一个某吼，讲即个某因兜就是厝里的人有伫跋筊安尼吼，可能就是因某有哪小可安尼，你要甲讲甲使弄也好，可能就是看别人讲哦，啥人跋筊一困你就会当趁偌济拄偌济安尼吼。啊，有诶人就是讲咱台湾人就是移民的社会吼，咱知影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迄是足艰苦诶代志吼。若像迄花你甲刷在打开始诶，袂管是袂合，足艰苦，所以拢会想讲我若有通去掘着宝吼一声就好起来吼，安尼就出头天就免阁做甲遮艰苦啊吼，所以拢会定定会有即种诶想法安尼吼所以伊就想讲跋筊，也是讲到尾伊去跋迄个大家乐。我若有通一困安尼钓咧几啊百万、几啊十万吼，我即世人拢免做啊，我着好起来啊。跋筊诶人性啦吼，人拢是想讲为少要趁大吼，为无要生有啊，为少要生大安尼，迄种心理就对啦吼。若少诶叫无去无要紧，咱若趁着大啊，就一世人好势啊。迄款诶心理，我甲看全世界拢共款啦，即方面。全世界拢共款啦，因为吼，这个希望是咱人类生存足大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希望的心理甲习惯吼，伫咱人生内底足深。啊，这个跋筊就是利用这个希望，这个人性吼，才会安尼遮尔死行就对啦。吼，迄人拢爱有一个希望，伊生活才有动力迄款的，还是讲做代志才。所以主要是人对希望这个人性生出来，我想是安尼啦。金星啊，迄日伫台中输遐的钱总数100多万，毋过毋是伊的钱。金星啊，伫金库石头路做出纳，跋筊免本钱，自早就有即个习惯。伊筊若欠钱，就是金库先摕。跋赢家己开，
跋输毋免还。迄日钱输了，头壳马西马西，都无啥通大烦恼的代志。无想到黄昏暗转来到麻豆，家人霎霎啊咧落雨，行过金仔店，一大堆人嘎嘎滚。我去甲看，顶仔骹碰到即个阿婆，就是五毛当啊因老母欠啊，也伫遐含人咧烧客。欠嫂啊，啊你甲人咧客啥？阿婆手甲扭咧讲，金星啊，是你吼？今日去甲我签一支来。一笔钱就拄互伊去。侥幸这好命阿婆，用件食到78，厝里钱一大堆，平时欠甲鱼肉毋甘买。讲好听是食当年斋，安怎今仔日来伫遮正大路，钱拄互金星啊，也要甲人打家乐。问落去到地才知影，迄日旧仔遮有人丢大牌哦，几百万拄几百万啊！哦，阮新妇甲我报，我才知啦。毋则赶紧对人来签一支，抢一个好彩头。平时欠甲鱼肉毋甘买，讲好听是食当年斋。安怎今仔日来伫遮遮大路？钱拄好金星啊，也要甲人大家乐。大路，这大路不是大道，不是大马路。哦，这个人出手真大路。这大路是慷慨大方，毋是拍手哦。拍手是后边开赛啊。大路是大方慷慨。另外，王爷宫这边三斗的无受到头一摆以大家乐就钓大牌，跳甲南云啊小哭。这大家乐实在有心色，认真做一个心算。一张50万，3张150万，安尼啊话，比定价佫较济。一时人有钱，命就会晓要惜，打煞变小气，临时就见小病，行去见熟识人，下要甲伊借钱，赶紧行李收起来，入去庙内面秘，毋敢出来。秘到黄昏暗过了，天咧落雨，看来大街顶人较稀啊，连骹连手按庙林扫出来，头试试，我入来巷仔内，紧紧双骹点头。就要转去甲好啊报消息，青狗行无3步，巷仔底xuất一个装一只青惊鬼来，三斗的，头碰头，惊一个险破胆，迄鬼仔一个手甲脏咧，恶声问讲：老实讲，赢几万？三斗的心讲得要走，雄雄会认出伊的声，突然予伊甲掀起来，夭寿金星啊，就是你，你爱创啥？金星啊，双手甲抓咧，毋好走，两支木叶啊，哈哈笑互看。哈哈哈哈！连我你也咧惊啥？一领青互伊挂头甲砍咧，亲像合一只鸡母，掠过3条街，硬硬扭去海山树啊遐，挂风啊，挂王啊，4个人一倒，坐倒来啉米露。三斗诶，你今仔日遮罕行，我奉啊敬你一杯。三斗诶，阮兄弟敬你，我王诶嘛爱敬你，恁啊！凤啊甲王啊两个乌皮，就是平时含金星啊斗空的跋筊伴，三个做一档，专门甲人滚目睭啊拐钱。难得恁两个西公仔上杯，甲我三斗的食酒，爽快！来，好打！三斗的一间米露灌袂了，就咧出酒话。这办事金星看在眼内。我去身边细声甲问：老实讲，赢几万？三斗的一支乌手无洗，伸出来互看，身边一支大武王，那烟枪行好遐大条，这个5支镜头啊总出15万。三斗的起爱笑，迄个边头海过来海过去，月潲
共安尼比一摆互看。安尼啦，看有无？金星啊，无拍车惊伊，佮问讲150万。三斗的无应伊，干那一直笑，憨面欢喜甲亲像互翁目有啊，捡去做竞赛。迄两个乌皮嘴啊开开，目睭银乌乌，正大讲，喊一声：“阿娘喂！这150万咱哪会开会了啦？”哎呦！互金星啊倒啊骹大力踢一个，喙才合起来。四个人带去互啊因上好啊，迄个阿水啊兄半目十啊，三下滚伊一个，规暝伊落来，无停到天要光，150万滚甲光光光，才放伊煞。这个翁目有啊，捡起来，我会了解就是讲吼，人无啥爱的物件，你准做宝摕去用。黄啊甲王啊两个乌皮，就是平时和金星啊斗空的跋筊伴，三个做一搭，专门甲人滚目杂啊拐钱。即个滚伫遮做动词，去用滚去啊，去用老啊滚去啊。即个滚即摆嘛足少咧用，我拢挑讲经济较罕得有诶啊即个滚。伊只是写军人的军，文言是写君王的君，就军者抽机迄个军啊。咧行棋的时，攻击对方的军，红军也好，乌军也好，叫做军。引申做啥物？设计互人陷入计谋，叫做军。三斗的钱输了了，酒才醒。天晓转来到厝，隔壁阿月仔因饲的树鸡咧啼，因某倒伫面床，目睭金金，规暝无困咧等伊，一骹踏入门，放牛声就甲咧。使恁呢？去都市啊！真是有2仙钱，就会去甲恁爸啉烧酒开查某。好，有才调，好到你就莫转来。骂一段困才骂到气，休一个喘，又搁骂。恁爸甲你讲，迄目仔仔你毋捌，毋惊死，再搁去。真是贤妻良言，三斗的自然呢，就无搁去跋目仔仔，专门以大家乐。今仔拜二拜四去舅仔兄，都是唱入要交亲买分动，身躯边现金开了了，才有欢喜甘愿倒转来。三斗的面色，入去的时红光光，出来的时青顺顺。舅仔断定，这个店皮鞋钓到钱小第2期，劝伊讲：你一期几千块安尼伊哪有较抓？咱遮以大家乐赢拢是大钱，一期加抢几场啊，赢着才会紧啊！三斗的转去，照这的话讲互好啊听。这个贤妻讲：恁查甫人哪会遮戆？做煞生意嘛，着一笔钱。你金库遐个定期的，囥咧互赢，煞袂晓领出来用，赢了才搁甲囥倒转去。三斗的去合作金库领一张定期的，金星啊看伊手里的银票，一摊甜甜，拄则金库领出来，手尾心袅袅，甲三斗的讲：你遮的现金若无要买啥，咱搁来招红啊、甲王啊、伊目仔啊。钱加钱，用赢的才会紧。加在三斗的耳仔内，还会记这几句贤妻的话，含啊好印伊一句，钱摸咧就走。确定啊，搬去金仔店遐，规摊签互舅仔去。总是原来迄大家乐着强强差字字，有真活的办事，但是毋捌阁赢。三斗的日日火光热。拜一等拜二，拜三等拜四。开奖的日，若像咧演烧酒，店皮鞋保护伞的手会掣，着钱少第3期。但是舅仔估计，三斗的定期领还袂了，佮劝伊讲：咱遮若是要移长的，较强爱找一个来烧我。若是含姓名公家，
技术合作，赢到靠底底。三斗的照安尼，转去讲互好啊听。好啊，问伊讲：唉，真是步步就来问。啊，你甲王爷32个交情，煞袂晓去王爷间困一暝，上无嘛报你一支赞呢。三斗的去问王爷，带王爷宫困暝好毋好？王爷大概暗时啊无伴，一日到3个上杯答应伊。暗头啊到，三斗的草树啊卷咧，甲某讲：我来去。做你去。欢欢喜喜，树啊摸咧就来，涂骹铺咧就困。哪知迄庙林黑暗的中间，梦定鸟翅家，吵闹规暝，困袂去。变过来变过去，一望呢就要天光。好啊，来拍门，未大入门来就问：三斗的，啊是几号？结局日子一过3个月，大人去了手入来。有渐真实三斗的梦到一个奇巧的好梦，因厝彩色电视的大荧幕出现1、2、3、4的数字，一排齐齐，边啊一大副狗屎，看起来哪像一堆黄金条，赶紧就精神起来，面中笔举起来，像咧舞关刀，照安尼带纸顶画，一遍搁一遍。透早总去合作金库排第1号，甲金星啊讲：定期的，总领。迄金星啊，食人头路，歹势得失伊，笑笑啊应讲：嘿，三斗的啊！你嘛莫讲笑，7早8早就来咧创治。啊，你顶礼拜上尾啊迄张领去啊，哪会还有啥物定期的通好领？你看阮金库正大间是会生钱哟。若爱钱吼，咱搁来招凤啊、甲王啊、二目十啊，用赢的较紧啦。三斗的听伊讲要招凤啊、甲王啊、二目十啊，顶回互因教示了有关妖的机制，就紧纸摕咧挖头就走，一路神神总转来到厝。啊，你遮早转来创啥？手拎迄张纸甲抢来看，又搁毋捌字，纸面画敢若天书。这是啥？王爷签一支。定期的总领。啊，当你嘛莫滚笑，7早8早就来创治。你看金库遐大间，啊是会生钱哟。好啊，一手甲三斗的扣咧，一头来到金仔店，沿路骂。真是遮无路用，连王爷嘛肯心你袂起。踏入店内，头家来，菜伫久仔面前，1箍人2箍单，一卡金手指甲一条金破链绑落来，足大玻璃柜仔顶。现金总换。结果迄期开奖出来，着无半字。好啊，甲三斗的冤家，隔壁阿月仔有听到，大细声，连王爷嘛骂惨落。西林呢？你讲王爷签一支，啊，等咱摸到这个王爷，毋就是目睭晒过咧，切没啦！过无偌久，金星啊头合作金库的代志爆发，偷走去秘。差不多共迄个前后，好啊也失踪去，规满兜找透透，对对都是欠因2个。凤啊因上好的迄个阿水，普通时含好啊上介绍，以前平平正甘蔗出身的，交话4个去养。好啊，对金星啊走啊啦！结果王爷宫遐捌三斗的捌甲有寸的人，拢同情三斗的，因为好啊常常去斗人，嫌三斗的无路用。又搁3个月以来，隔壁阿月仔有听到。三斗的暗头啊若到，甲好啊讲，我来去。好啊，就欢喜应伊。做你去。过一时啊久，金星啊做尾就来，说三斗的后炮，每日去因兜，甲好啊做伴，我常常有看到。华语讲打马后炮，什么叫做打马后炮？就是代志过了，才咧献价，
才咧讲伊诶想法、看法。咱台湾来讲，摔后炮，还是向后炮，还是拍后炮，拢有人讲后炮。代志过了后才发生。啊，即摆就讲，拄仔讲着早头啊尾，其实是事后伊才去倾遐诶南山诶，事后了后才倾遐南山诶。占斗啊，所以就开始拢伊足侪钱去博，甚至讲伊一寡寄定期诶，遐因某拢甲使拢，也是讲伊朋友讲你迄个解约甲摕出来，迄个有就博较济，毋则当趁较济。有一摆伊真正有着啊，结果随互人佮甲伊牵去博缴，结果就拢无去啊。迄日着大家都遐钱拢无去啊，一寡有哪咧甲伊骗诶，迄变神啊。到尾因为伊安尼一直博缴，因某也去。讲起来就是讲也去讨客兄，就是暗时若要去博，因某拢真欢喜叫伊紧去，所以这安尼实在是足悲惨诶啦。伊即世人去讲到尾也是毋是出头天，是真正是若像落地甲共款啊，着要翻身足恶诶啊。关系即点，近来听二声呢有评论，三斗诶一生有2个劫。娶某即个劫，甲定期的即个劫，但即马为着大家乐，迄某甲定期的拢移无去啊。搁过来，毋管这饺有搬无搬，我看三斗的也嘛该是差不多得要出头天啊才对。即个三斗啊，伊即个造句互我想着讲，有个人就是批评讲。台湾移民社会即个文化的根基无够深，无够在，所以移民的社会大概就是看着讲目睭前有啥物利益，伊会当趁着，会当摕着，伊就要紧去摕，无要管讲即个较久长，会可能有啥物款的效果，有啥物作用出来，就想要讲我若通好去博一个，通好趁着几百万，安尼我着即世人拢毋免烦恼啊。咱看咱足侪代志拢是安尼咧做，像讲即个环保嘛是，到即马台湾人有较知影，讲你袂当干那看讲趁钱，农药就一直甲压落去，这到尾啊连性命都无去的时阵，你这钱拢无啥物意义啊，像讲咱的母语的遮尔啊，愈来愈衰微，其实我感觉嘛是台湾人的眼光无够远，伊就想讲。学华语还是学英语，以后对因读册较有利，以后会当趁较侪钱安尼。学这台语这母语这也无啥物路用啊啦，就是安尼看轻家己的价值，拢毋知影讲即个母语其实是对一个人的发展介重要，拢无去看到即个较深入的迄部分，拢毋知影讲这母语若无去，可能到尾台湾人都互灭种，你家己嘛毋知影。拢无去看到遮物件，这是咱爱反省爱检讨的咱爱注意的一个所在，就是讲，其实咱读册，也是讲入啊遮历史，读遮文学这物件，就是希望会当培养讲较有智慧，道德各方面的即个修养，会当拢较好的人，毋是讲干那够趁钱，安尼尔。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今仔日这篇小说《跋筊出头天》内底的主角叫做三斗的。根据海洋台语文学总编辑李金华老师的观察。三斗这个名其实有另外一种的含义。跋筊太出头天，当然无可能啊！这就是单雷反风的题目了，和题目的反风，内容当然是反风啦，风气性啦哈。这个主角本身是一个足故意伫庙埕点配的一个叫三斗啊。讲三斗啊，是哪叫做三斗啊？当然一开始就讲可能是开米价，所以三斗米安尼哈，但是毋是啦，这三斗的嘛是三变嘛哈，所以其实
你来看到尾啊，就是有三道去跋筊啦，跋大家乐，台湾都有一段时间就流行大家乐嘛，这是大家在笑的时阵是足凄惨嘛笑去困庙，笑去求命牌，等等，结果这个遮古意的三斗结果因为因某甲伊塞弄啦，朋友甲伊陷害啦，所以跋三斗就死就人生乌有伊的两关就是某迄一关，银行遐一关，两关拢无过啦无采一个古意人，就是因为迄个社会风气会歹，意思去人牵落暗，结果到尾嘛是一生乌有。上尾结局讲，嘛有可能会出头天啦。到底是免出头天？有时就是真崩啦。所以这拢是警示啦咱今仔日欣赏的这篇单类小说《跋筊出头天》，内底描写到咱台湾下层社会真侪民众的生活面貌。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伊非常欣赏单类，会当透过小说来记录咱台湾各种无同的人物甲语言。陈瑞生的这篇《跋筊出头天》呢，我会感觉讲，伫个语言、艺术、文化这个物件来讲，跋筊当然大家一般拢是感觉是无好的代志啦但是问题是讲，啥物所在无跋筊这个文化？其实逐国拢加减有，只是讲跋的方式无共款。所以陈瑞生这篇呢我是感觉即摆人毋知是毋是较无迄个机会写啦因为你讲伫个不管讲庙埕也好隔壁厝边头尾，就是其实即摆检查较少，安尼看着可能是有一寡法规的问题啦但是其实若是以早较早期，其实是足素常诶，只是讲你要甲号做跋筊，还是无号做跋筊，就是讲可能咧跋什么货，但是无一定跋甲安尼一定用钱跋，也是讲无一定跋做有规模安尼尔其实当作是一个消遣做娱乐，其实是袂少过去台湾人的环境是会有即款状况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亲像即款题材，也是讲即款在书写跋筊的物件。凡是有的人一看到题目，一听到讲是讲这，就无想要看，会感觉讲这都毋知咧敢若咧鼓吹啥物无好的物件。但是讲实在，这原真正是无共的族群还是国家拢会有的就是方式无共尔。所以跋筊这篇来讲其实伊有的物件嘛写有淡薄仔有啦就是讲要安怎跋啦，还是讲是啥物人甲啥物人安怎？这个部分我是感觉真趣味啦。我咧想陈瑞生有可能伊本人无一定会晓跋筊，但是呢，伊会去观察到一寡无共款的即个人物文化的物件，然后去收集资料来去做即个写小说、写故事的即个材料嘛所以咱可能会当较开阔的心理去看文学作品啦，就是不管伊是啥物题材可能当然内面嘛加减也是有测干胶但是就是讲这个测干胶是迄个语境自然会有的，咱无应该因为伊是敢若袂输无好听的话，咱就去甲伊有啥物款的即个价值观来判断安尼啦。进前捌有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或者台语人陈牧师伊就捌办一份叫做《方向》的台语文的杂志啦其实伊嘛无算办杂志，伊讲伊就是服务伊教会的老辈互因会当用白话字来有一寡台语的物件通读这陈牧师就捌讲过讲呢，台语有足水的话，嘛有足粗俗的话伊认为足粗俗的话嘛得爱保留这是一个牧师
的想法啦吼。我感觉有认同啦，所以各种无共款的台湾人的生活，各种即个行业各种做艺娘我想这是台语的小说文化作品内底拢有需要的，拢有需要陈雷生我是感觉是真难得的，就是讲伊确实是各种多样的题材拢去写，就是其实甲侪台语文的作者应该是类似的心情啦，就是讲要甲咱语言会当去记的，拢尽量来甲记落来安尼。咱今仔日欣赏的这篇《跋筊出头天》，除了小说以外，陈雷生呢嘛有甲改编做舞台剧。根据台语文工作者纪品志的观察，陈雷生呢对无共形式的创作用的手路嘛无共。陈雷真爱用无共的角度写同一个题材，用无共角度看同一项代志。我想这应当会当讲是陈雷创作的一个特色。而且伊无共角度、无共形式，伊创作的手法嘛无相像。像讲咱这篇《跋筊出头天》，伊甲即个作品佮编做舞台剧的时，故事是为迄个金星头一摆去移大家乐嘛着大牌趁150万迄个部分开始讲起。因为舞台剧甲小说小可无共伊是较食口碑啦，甲对话，就是讲。较重口语就对声音甲迄个身躯的表演嘛会较济，所以陈雷甲写做舞台剧的时都像人迄个搭喙鼓啦，还是讲念歌讲古迄款方式揽入去写，安尼通好表现台语的音乐性。所以我举一个例比如讲咱即个故事内底，迄个金星含迄个好两个人斗火机，佮说三斗的后炮迄段，我即摆摕迄集伊中小一段念互大家耳芳一下金星讲你想了有周至，安排真属实。好，外面鸡咧啼，我来去办一项大代志。好就讲金星你我讲话有下味，做事会投机，毋是人讲的好东西。即期若大赢，我着包袱款的对你行，游山玩水。来去比，天咧光，鸡搁啼，紧去。这就是甲伊写小说的是小可无共款的手路，所以我想咱的听众朋友若听这出广播剧，感觉有趣味，有哪会使搁去找伊的小说，甲迄个舞台剧的剧本来看用无共的角度欣赏同一个故事，这个滋味定着无共款啦。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判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我是阿佑，这篇小说读了，知影主角的生活是安怎变到乌鲁木齐了后，我将基本的了解是安怎是大人拢叫我爱注意，毋通互人知影我有偌济钱。阁有这篇小说甲跋筊有关，主角的朋友开始跋筊了后，完全无法度停困，是安怎呢？科学家去找，发现人咧跋筊的时，脑会分泌多巴胺。这多巴胺会互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为着迄个清爽的感觉，人无法度解跋筊，食薰嘛是共款。所以以后若想要解啥物歹癖，着爱注意你是毋是已经互你的脑控制啊？因为知影即层多巴胺的原理，读着输是小钱，赢是大钱，10摆赢1摆着算会好啊，感觉真趣味。这就是互多巴胺控制的人会讲的话。
就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就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